明仔载就是228咯，伫咧228和平纪念日的前一天，民间团体发起228.0的这个纪念行动，游行行过228事件重要的历史地点，向政治受难者表达追思。台南用基金会表示讲，今年上无有2000人参与，人数是赢过4倍，尤其是少年家啊特别多。最近社会真侪人开始对这历史产生好奇，基金会认为讲这是一个值得珍惜的时机。 游行刚到228事件爆发的地点天马地房，伫咧228和平纪念日的前一天，民间团体发起79周年的纪念行动，无私伫咧纪念碑头前浸土地献红玫瑰，向英国因为国家暴力牺牲的受难者表达追思。去甲因讲，有人为了因的明仔载，献出因的今仔日。 民众以严肃的心情，着小行往228公园和英国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一个重要的历史地点。有艺术家用画笔记录所看到的一切，也有定参与社运的民众讲，这回少年家特别多，心内真感动。虽然这些受难者已经不在，但是他们的受难者家属也逐渐凋零。但是这些事情应该是由我们年轻这一代应该要去做的。 继续说下去了。遐少年地位足多，因为今仔去休困吼，啊，大家拢有想要了解台湾的历史啦，啊，总是踮咧台湾，对唔对？啊，爱家己的国家。台南用基金会指出，今年128.0纪念行动上无有2000人参与，是永年的4倍。最近社会真侪人开始对历史产生好奇，基金会表示，这是一个值得珍惜的时机。的确，还是有很多人还不知道。 借由这个机会，能够让还不知道的人去理解，每一个契机我们都应该珍惜。这就是我们以及这些长辈们愿意在这边持续跟大家发声的原因。基金会表示，嘛期待大众继续透过对历史记忆和理解的深化，才通建立台湾主体性、延续民主、抵抗侵略。记者卢尚祖、郑准尧台北报道。